能的人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信吗？不过此时此刻，本官还是很佩服你的，此情此景居然如此镇定，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。不过本官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何要跟本官作对到底？哼！你以为你救了丽嫔，他就可以在皇上耳边给你多吹吹枕边风是吗？就可以免除了你擅杀朝廷命官、伪造玉玺、假传圣旨的罪责吗？你，龙大人，巡抚大人派人前来，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换身衣服就过去。那小的先为大人准备车马。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被刘德昭收买的内奸啊？有可能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找出叔府当中究竟谁是内奸了。主子，你带着奕欢还有丽嫔娘娘先走，我仪容成你的样子，先去刘府稳住他们。啊，龙小弟，这个时候就别啊了，就听我哥哥的吧。他武功很好的，你放心，若是没有咱们拖累他，他一个人谁都控制不住他。而且我跟主子身材相仿，倒正好方便互相易容。奕欢，我帮主子易容，你去通知丽嫔娘娘，让她做好准备，马上逃走。好。主子，多保重。要不要带几个侍卫？不必了，你跟奕欢更需要人保护。等我去了刘府，引开刘德昭的手下，你们就赶紧出城吧。等一等，多加小心，不要恋战，务必全身而退。多谢主子关心。李建清，怎么会是你呢？都别乱动！别动啊！走！姓李的，放了我姐夫，不然我弄死他！我跟万姑娘非亲非故，你以为用她就能威胁到我吗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你跟那个姓龙的自诩为仁义之士，为了那些灾民，你们都能犯下这么大的罪行，你能眼看着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为你送命？放人！万姑娘，我刚才就是顾及到你的安危，才想用计带你离开，没想到你还是放不下孟祥和。也罢，裘贵，只要你把他放了，我就放了你姐夫。你当我是傻子？先放了我姐夫，然后束手就擒，我就放了他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弄死他和孟祥和。好，我答应。希望受伤刘大神，刘大神啊！你是倾城？没错，我是雪倾城。